要我也会选江小宁。少吃点，小心撑着。陈小姐，请。是我开门见山了。你是顾总的前女友吧？初恋？你找我出来就是为了问这些吗？今天在公司，顾川看你的眼神很不一样，我就猜到了。你很担心？担心什么？担心我们会旧情复燃吗？那倒没有，我就是好奇。我从毕业开始就跟着顾总，从他的助理做起，到现在也有6、7年的时间了，从没见过他谈过恋爱，只知道他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。他后来一直没再恋爱，我还以为是那段感情伤得太深了。不过今天看你们的样子，倒更像是2个很久没见面的朋友。可能连朋友也算不上吧。不过不得不说，顾总当年的眼光也是非常出众。你用不着恭维我，这和你之前犀利的谈吐风格不太吻合。那我也开门见山了，我看得出来你喜欢顾川，但他不会选择你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比你了解他。可那都是10年前的事情了。你怎么知道是10年？偷听我们说话了？以我对顾川的了解，他不会喜欢一个强势又精于算计的女人。要我也会选江小宁。少吃点，小心撑着。记得我上次跟你说的话吗？什么话？勇敢点，你选对人了。江小宁啊，啊？怎么又心不在焉呢？没有，我是在想工作的事儿呢。